而利百加就在当中看见有人需要服务，他就主动上去。利百加能够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不晓得。但是呢，当他这样认真的服侍，他能在那当中，他不只是得到了那些的祝福，而且他得到了命定，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媳妇，以撒的妻子，成为雅各的妈妈，成为以色列的母亲。你能够想象吗？这在圣经，这在历史上，在教会史上，甚至在神的眼中当中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他跟耶稣就是同一个家族的，跟大卫也是同一个家族的，跟所罗门是同一个家族。当然，利百加这一切他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情：我要学习像仆人，我不要来这边让人家来服侍我。为什么来到你们教会，来到这个教会都没有人跟我打招呼？为什么来到这个教会都没有人跟我 say hello？ 为什么我来到这个教会都没有人愿意来帮助我、听我、关心我？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心态，当你从这个教会离开，又去到另外一个教会，还是一样。虽然这教会可能招待比较好一点，关怀做的比较好一点，跟进做的好一点，但是过没有多久，你又开始 complain， 又开始抱怨。刚才影片当中说，人家不会因为你越成功、越有钱而来到这教会，而是因为你愿意像个仆人，他们接受到你热情的款待、忠心的服侍、好又良善的仆人，他们愿意来到这教会。期待我们在座今天每个年轻人，你要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：主，我不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主，不管你给我5000两，你给我2000两，你给我1000两，你给我多少时间，给我多少才干和能力，我就是愿意拿出来，做在微小的人身上，做在有需要人身上。我知道服侍会有祝福，服侍会让我提升，服侍会使我得到权柄，服侍会决定我的命定。但是我更重要，我是要来效法耶稣，好吗？我们这时候，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向神做祷告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神的哪一句话，神的哪一段话，哪一段经文 touch 到你，激励到你，你向神来用线上祷告，向神来诉说。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你是一个愿意服侍人的，还是你一个期待要被人服侍？在你的服侍蓝图当中，你是期待那种高高在上、呼风唤雨、手指头比来比去这样子的服侍，还是你真的愿意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，虽然死了，但是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？在你服侍的意向、服侍的蓝图当中，你的服侍是为了什么？是因为更爱耶稣，效法耶稣，是为了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希望神看你是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有一天我们都要见耶稣，耶稣唯一会给我们称赞，不是说哇，我的孩子你赚了好多钱，我的孩子恭喜你考上台大第1志愿，我的孩子恭喜你生了好多漂亮的儿子、漂亮的女儿、漂亮的车子、漂亮的房子。这一切都不是耶稣所要给你的称赞。耶稣要给你的称赞，是你这个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你可以有权柄进来享受我的快乐，你可以进来享受神的快乐，好不好？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为自己来祷告。你不要在意别人，你不要为别人，就为你自己，单单为你自己，一个服侍的心志，服侍的心志，向神求，向神开口，向神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。主啊，赐给我们仆人的心志。主啊，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来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每个年轻人身上，使用我们的生命，
点燃我们心中服侍的热情。主啊，对主你的热切，对主你的期待。主啊，让主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让主你自己亲自来塑造我们。主啊，让自己亲自来眺望我们。主啊，那服侍你的心，那愿意的心，那爱你的心，在你的面前都必要被称赞，都必要被连训。主啊，都必要被你所接纳和喜悦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这样的爱来服侍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主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